國軍閣再變出間諜咯，有一名現役聖港的中士奉查到講，這中共要求伊着愛翕這戰爭時陣唔抵抗的影片，佮利用這寬限掠60外件機密資料。這資料呢也包含着國軍戰時最高指揮、行山指揮所、戰爭系統運用手冊等等，前後後甲這中共呢提要60班，佮向地檢署最近是偵結甲起訴。另外，退役少將莊友劍的2004年去到香港參加統戰活動，不過這莊友劍對國防部的裁罰不滿，提起行政訴訟救濟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是判決駁回，以及國防部本地的處分。前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退伍少將莊友劍自2004年去香港參加統戰活動，佮徛起聽中國國歌，和國防部用違反兩項條例處罰，停止領75派1個月退休金5年，佮刑加領16萬元。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救濟，按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7判決駁回，維持國防部處分。這個上訴這個訴願有用嗎？他到現在他不能公布一張清晰的照片，都疑似，那你訴願的人你怎麼訴願呢？莊友劍為家己保護，按過無正面回應，是毋是會上訴？這幾年中共滲透現退役軍人情形真濟，今嘛檢調閣查出強調案，一個8組憲兵東河嶺分隊中士的聖港查甫人，2022年期間因為這部問題，佇通訊軟體熟悉中共政府人員了後，翕支持兩岸統一承諾戰時無抵抗的效忠影片，加入吳良輝強調組織，佮利用寬限登錄國軍準則系統大量下載佮翕60外件機密資料。有國軍聯合作戰計劃，愛國者飛彈保養手冊，甚至國軍戰時最高指揮中樞行山指揮所戰爭系統運用手冊。今年漢光演習期間，演練萬軍計劃無期做部緊急事件時陣，軍方護送羅總統去行山指揮所，確保政府繼續運作。不過，聖港查甫人泄露證據，毋那安尼，伊2025年辦退伍，卻因為無錢，聽高龍會指示，申請回進軍籍，繼續刺探軍情，前後得到60萬。高雄地檢署最近偵查終結，照貪腐治罪條例甲國家安全法等等罪，對伊提起公訴。顯示很多這種更 detail 的這種情資啊，那也了解我們的兵力部署或者是一些武器系統的概況。手冊這種東西，當然它不見得一定是會產生立即的這個危害。所有資料一定是這樣，就是越少讓對方知道越好。專家指出，雖然無確定洩露資料是什麼等級，不過用國軍立場來講，愈少資料被中方掌握愈好，建議軍方要進一步檢討相關證據涵蓋的機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